想揾一間全廣東話溝通嘅牙科，維港口腔服務超過3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顧客，線上廣東話諮詢，過半醫護團隊廣東話接診，服務5星好評。提前預約即可申請免費 CT 檢查同400蚊優惠券。各位，近期咧嗰啲賽事咧有一個特點我同大家講嘅，就係嗰啲高班馬賽事，嗰啲1、2班嘅賽事，有好多係1班或者2班或者係3級賽啊咁嘅賽事裏邊咧，好多認為，呢隻馬贏得喎，有着數喎，其他啲馬同佢係有偏差嘅喎。嗱，往往就會跑出一個好出人意表嘅賽果出嚟嘅。咁所以近期咧，大家如果要買呢啲高班賽事嘅時間咧，大家真係要認真要考慮下。其實一日裏邊日馬而家有10場11場，你揀5場到都夠啦，唔使揀足10場㗎。你揀5場到，俾自己充裕啲嘅時間，咁你咪更加腦筋清醒咯，係嘛？你聽我講啊，我唔會教錯你㗎。嗱，我自己要認輸㗎。好似我上一期揀隻南區之星啦，我係搏多一次睇多一鋪嘅啫。嗱，但我睇完今鋪之後咧，我覺得南區之星咧短期內咧要喺呢個分呢一個班贏得到咧就唔容易啦。或者下季啦呢隻馬，下季等南區之星更加成熟、更加成長嘅時間咧，或者可以。但係而家咧，以目前嗰個評分咧唔得嚇。但係講啊，你即係嗰隻嘅綠野神區嘅大滿馬綠野飛馳，唔係個神區綠野飛馳，打句問句，你都唔相信佢會輸到俾嗰隻嘅非凡豪傑嘅。咁呢啲係一個異數嚟嘅。咁喺呢方面咧就冇辦法，就唯有諗過一啲好分嘅俾大家再買過啦。但我對自己就永遠係抱有一個好強嘅信心嘅。好嗱，講完呢一樣之後咧，咁我又講下另一範啦。嗱，另一範就係咩咧？另一範就係我咪叫大家睇嗰個冠軍騎師攻唔攻擊得過嘅。嗱，我每一日做一個報告出嚟，如果你攻擊你可以贏幾多錢啊？嗱，佢喺星期日跑咗10場啊，跑足10場嘅。咁啊喺10場賽事裏邊咧，佢贏咗2場。咁啊贏2場。咁啊，如果第啲騎師咧就唔會輸嘅，但係佢會輸，因為1場1.5，一場1.9，夾埋都係3.4嚇。咁你嗰10場裏邊咧，如果減3.4就贏好多咯。10場減3.4咪贏6.6咯。但係唔好即係咁大聲字，因為有水分㗎嘛。如果真係攻擊佢嘅馬嘅時間咧，如果當你抽到水啦，即係而家咧攻擊台啦，最低都7、8啦。咁嗱，當你係8啦，拉扯有高有低啦，當你係8啦，咁8算嚟講咧，就都有4倍幾賺喎，都賺咗4個幾喎。咁咧，我哋日日幫佢做一個統計。睇下呢個所謂冠軍值唔值得我哋馬迷即係捧場嚇。咁啊講翻啦，嗱我咪同大家講嘅，當其時薛漢兒問我有冇的士，我就唔答佢嘅。佢話大我啊嘛，咁啊大我嘅時間打心理戰啫，喐下我，話我要炒你啊，我唔俾牌你啊！你即係揸的士啦，或者食住2部的士啦咁。嗱，
咁其實咧兩部的士我賣咗啦。嗱，而家的士咧跌到殘咗咧，都唔關我嘅事。不過日後咧，我就會再同大家講一講點解我咁聰明嚇，即係未來嘅日子點樣打算的士同 Uber 之間有咩衝突？嗱，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個少少嘅的士商啦嚇。其實我做嘅的士商都係將個的士交俾人哋嘅啫。嗱，我喺570萬同埋530萬咧，就已經賣咗俾人哋啦，賣翻俾車行。咁嗱，我就好幸運啦，我就即係同我嘅家人或者我自己脱苦海。如果我冇買到之話咧，而家咧就負資產咧，嗱，當你570啦，而家值翻百零萬啫嘛。咁啊，而家咧我諗6、7萬啲人排住隊掟俾你㗎，咁即係相差係400萬嘅喎。咁如果400萬嚟講咧，哇，負資產負400萬，我咪就喊即係喊3場啦。咁而家就冇事。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自己忽然間有個智慧，等我賣咗。嗱，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好想同大家傾啊，有好多問題啊，不論社會問題又好，個人嘅經營啊，做咩生意都好，我都想同大家傾。咁啊，近期咧，我覺得香港好多人，即係舊有嘅香港人，就有好多離開咗啦，亦都有新嘅人嚟香港，亦都有好多人咧想嚟香港，睇一睇啊咁。咁我覺得旅遊俾佢哋觀光去考察一下香港咧，係呢門生意係有得做嘅，所以我好希望咧就試下做下旅遊啊，得唔得啊咁？咁啊自己買翻1、2架車翻嚟玩下得唔得啊咁？因為我係想試下。咁啊，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俾下我嘅。嗱，好啦，咁啊講到呢一度咧，就講翻禮拜3晚我中意邊一隻啦。嗱，禮拜3晚咧，我中意一隻馬，呢隻馬實好分嘅，唔會唔好分。我唔相信佢唔好分。呢隻咧就係第1場3號嘅小刺蛋，第1場3號小刺蛋，記得啊！咁啊，希望我嘅説話大家上心啦。我成日都想同大家做啲暑期馬經，但係唔夠人睇，即係唔通真係一定要攞貼先得嘅，講其他唔得嘅。希望呢個暑假會有啲轉機啦，多謝各位。你係覺得咧咩牙科可以值得你信任㗎？啲人夠耐性，因為好多人咧怕剝牙，你仲話剝牙都會好痛㗎嘛。咁樣咧，同埋佢哋咧就怕咧，俾人知道有蛀咗牙。咁如果有耐性同埋比較斯文咧，第一次嚟到嘅咧嗰間，如果嗰間公司咧，佢就會覺得安心好多㗎啦。